你叫朋友说到谁呢？ตัวนั้นอย่าพูดเลยปัวกูตัวปัว要办狗的那干了，ตัวนั้นใช่เนาะตัวนั้น要进饭要提中饭桌了，还有苦呢。我没事就这才有多少有我没事嘛，有带饭嘛有嘛。现在我有呢，真的是多过，多不然也都不口比上不了弄大对呢。我给多少？我多少啥啦？然后都口比上不了，人对呢，我都把我都录了，但我咋做对我人家到了。那这家不是说的，人家从路前来路反正有个办公室上从路弄大对那个都包，还有弄对没路呢哦。给多少了？这头头都只带没单。都门外被装脚的，钱发被装满脚了。好。那个不让上，给点那么多不给我们厂里搞。电话都不理上，光电话都光是找不到了。我还没有搞的，没对象或者做的，没我搞好了在这天天做这要那啦。这说几天了？这都知道啊。这个公家到那都准备是地到地啊。他咋过我咋帮我路啊？你那么咋就咋帮我帮了？是咋帮我全进包里头，我进我咋开了个进讲嘛？啊，之前咋这么气很哎哈，之前都知道了，你要你摸了。妹妹，我到国家我就吃人，我知道么？可是我刚刚嘛，都得忙着，干多少钱？只要我只包我毛个还没咋帮我只包。毛我只还打帮那个还没点毛把我给我打。只要我只包毛个帮没还帮毛我只包。我那种工作呢，帮我才帮你买到讲打搞到真正多办。我到人家我混啥人啊？人家我早上我早上我才好帮你买到讲打我那个出卖我顶多，看来要什么个怎么呢？